化为尘。修持节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首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若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就连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木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宗序，混元古册在中央。老木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因而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佛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扯起早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大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南延归正宗。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因而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1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。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节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首。各位前贤，我们要回向给吴金英前贤的这个回向文要念3天，那今天是第3天哦。回向文，弟子姓氏、姓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姓女洪诗婷，
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回向于无尽因前贤，回向于无尽因前贤，祈求诸天仙佛菩萨，祈求诸天仙佛菩萨，调解患者与他所有有情众生，调解患者与他所有有情众生，无形大德的恩怨，无形大德的恩怨，令其解冤释怀，令其解冤释怀，身心健康福慧增长，身心健康福慧增长，助其减轻病痛，助其减轻病痛，病魔折磨之苦，病魔折磨之苦，而以早日康复。得以早日康复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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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感谢点传师，感谢您的或许谢谢各位贤贤们一起诵经，后学今天学习完毕，谢谢。好，感谢全贤慈悲，感恩父全人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队，各位护领队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们，各位全贤们，大家晚安。晚安，晚安，大家晚安，晚安，再见喽。